他这里呢，他就苹果有一些呢，学他在这里呢，他可是一个肯定想去的。你准备什么菜？学你在这是本来在这里学什么都，还有是呢，哪里学了是来在这不会学。现在上了学他在这里有点什么用的，有没有学过用没去把他们写写出来？有些什么去了？学你现在穿着没吧？不要没吧？就是来你现在有嘛？他们来嘛做，就是学这个家伙没去了，自己养破出来的，对不呀？他们不要，哪里去嘛嘞？在这是哪张？人家越来多年，人家没多年，总没多年。他呢，在这来这呢，你说人家有吧？有三个，把三个都他妈好几个人。学语这玩意呢，你中国这个当然越嘛来了，两块就把不是这个当然也越嘛来。在这是哪张？有你不学呢？在中国这个当然他，两块就把不是这个，当然这个是你上来呀。学语在这来就是一把肯定讲是自己的。现在早上哪儿平常你从你特别哪里去把这还不给吧来？这个是上面呢，等自己去把来，这个什么烂学员。现在早上等自己去把小菜，在这里去把它，去去把小菜，去去把头上有的。因为嘛，这去去把它给当做，天边往看上去什么，他不去吧，从那边从那边，学来在这来学开始，去把它了经常有。从那边，哪怕人家晚上两个还在里面洗澡，你这个晚上他们呢，有没有不一定是的，要不然这样子有。从那边当天那个，你们还是那把那个是吧？你们忙不出去的。现在学他这就是你完全是可以把自己家去学。你在这网上呢，旁边老师呢，你们老师是对，你刚还能去学。学这个人呢，学这个呢，是做不，他就讲不说出去嘛来。学这个人呢，在这不学不学习嘛来。中间没在那样学的。在这边呢，我怎么的？现在早上，他那学的嘛是学你开始一个，我来调理的，他的或者说或者这种人做的嘛，他非常的有特别认真的写。那么说，平常去做些呢，他的信息好了，如果你把这个，他做了，就是也不好好学的。还有一个呢，我是非常的学习方面的领域。